出埃及记第38章，做祭坛。以色列用金合番木做烧化祭的祭坛，长甲宽拢2公尺20公分，是四方的，悬1公尺30公分。伫坛的四角头做4支翘起来的角，甲坛连做伙。规座祭坛用铜包着。伊阁用铜做坛所有的器具，就是桶仔、杵仔、碗、肉叉甲火鼎。伊为祭坛做一个铜的网，安伫祭坛四面腰围板的下半边，互网对坛的半腰伸到下底。伊伫铜的网的四角头注4个铜环，做长卷的路用。伊用金合番木做卷，用铜包着，将卷藏伫祭坛双边的环内面，通卷祭坛。用帮做祭坛，中是空的。做铜盆，伊用铜做水长的盆甲盆座，是用伫会幕门口服侍的妇人人的铜镜做的。做会幕的埕，伊用所架的幼麻甲会幕围一个埕，南边的围长44公尺，围有20支条，20个有榫孔的铜座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拢用银做。北边的围长44公尺，条20支，铜座20个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拢用银做。埕西边的围22公尺，条10支，铜座10个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拢用银做。埕东边的围宽22公尺，入口的双边围的长拢6公尺60公分，吊围的条各3支，有榫孔的铜座各3个。埕四面的围拢是用所架的幼麻做的，条的座是铜的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是银的，条斗是用银包的。埕所有的条拢用银的环管连接的。埕入口的门篱是用刺绣的手路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所架的幼麻绣的，宽9公尺，悬度甲埕的围共款2公尺。吊门篱的条有4支，有榫孔的铜座有4个，条的钩仔是银的，条斗甲环管用银包着。会幕甲埕周围的漆仔拢是铜的。做会幕使用的金属，下面这的是利未人照摩西的命令，经过祭司阿伦的囝以他玛的指导，清点藏约柜的会幕内面器具的记录。犹大支族互尼的孙俄利的囝比撒列，有完成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的。伊的同工但支族阿希撒末的囝阿荷利阿别是雕刻师，嘛是设计师，真够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幼麻刺绣。为着圣所所有的工程奉献的金仔，照圣所的工称，拢总有1000公斤。会场中间点算价的人所献的银，照圣所的工称，有3430公斤。20岁以上有登记的，总共603550人。照圣所的工称，逐个人奉献6公克的银。因用3400公斤的银，自圣所甲场里有榫孔的座，总共100个，逐个座34公斤。遐个剩落来的30公斤的银，以色列用来做条的钩仔，包顶面的条斗，做环管。会场奉献的铜有2425公斤。因用这个铜做会幕门口有榫孔的座、祭坛的铜网，甲祭坛所有的器具，
以及埕四围的座甲埕的门的座，会幕甲埕四围拢总的旗仔。